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心血管疾病长年来一直是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2。而甲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危险因子当中，常容易被忽略的，就是高血油。主要的原因，高血油的初期通常拢无明显的症状，不过一旦伤害造成严重的并发症，容易发生脑中风、心肌梗塞等问题。高血脂症是常见的健康检查出现异常的指数，但是民众往往不知道高血脂会造成的伤害。因为高血脂通常是没有症状的，在它造成严重的并发症之前，大部分的民众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，所以我们通常在发生高血脂的症状的时候，都已经是不可挽回的程度，包含说造成脑部血管出问题的中风、失智，造成心脏血管出问题的心绞痛、狭心症、心肌梗塞，造成肾脏功能出问题的洗肾、急性肾病变、肾脏高血压、跟周边动脉疾病，都是高血脂症长年累月造成的问题。但是在出现严重问题之前，基本上都是没有症状的。医师表示，高血油是健康检查当中常常看的异常指数，盛行率伫18岁以上，大约占26%。也就是每4个人都有1个人是高血油。一旦确定血油伤悬，医师建议会用透过生活形态改善，包括饮食、运动、加戒烟戒酒。另外，嘛用靠药物来控制，避免血油造成的问题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